喺香港，現時大概有60幾間特殊學校，而有40幾間係智障兒童學校。面對特殊學習嘅需要，學生同家長每一日都經歷唔少挑戰。音樂能夠連結情感，釋放壓力，讓學生可以用音符、節拍去表達情感，可以俾佢哋有另一個渠道同人溝通，提升自信，令佢哋嘅生活加添歡樂同幸福感。承蒙九龍西區扶輪社嘅全力贊助，由欣韻音樂創藝中心協辦為期1年嘅音樂治療服務，俾3間明愛轄下特殊學校提供中度至嚴重智力障礙嘅學生、家長及親子嘅音樂治療小組，透過影片記錄學校、學生同家長都對音樂治療有親身嘅體驗同感受。大家好，我係明愛樂兒學校嘅副社監魏姑娘。今次我哋學校咧好多謝九龍西區扶輪社嘅贊助啦，請咗欣韻創藝中心嘅音樂治療師啦，為我哋嘅宿生舉辦呢個音樂治療小組嘅。咁我哋好多謝阿譚姑娘同埋盧姑娘嘅幫手。我哋一共咧係有16位嘅宿生啦，參加咗呢個嘅音樂治療小組嘅。佢哋一共參加咗共9節嘅小組，其中有一節咧係俾家長體驗嘅。今次嘅音樂小組咧係舉辦得咧好成功嘅。小朋友咧透過參加呢個小組嘅訓練啦，見到佢哋嘅互動啦，同埋呢個嘅情感幸福嘅增加啦，甚至個人嘅發展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啦。我啱 key 喎，啱啦，叻喎，成軒，你講，係成龍來打鼓咁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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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龍來打鼓，係啦，好，握手先，係啦，有禮貌嘅。霍倫出嚟，霍倫係咪想彈吉他？你話我想彈吉他先，我彈，我要咩啊？彈吉他。吉他好啦，咁你講咗，係喎，聽到啊，嚟俾你彈啦，我睇睇先，拍拍拍，落嚟拍拍拍，啱啦，就係咁樣，好好聽。多謝啦，咁我哋今次參與呢個音樂節活動，咁其實真係好難得有一個機會咧，係真係俾晒全校咁多班嘅同學，雖然嘅次數係唔係多嘅，即係俾佢哋真係一個嘗試同體驗啦。咁但係我哋全班100幾個同學，即係全校，咁佢哋都可以每一班去嘗試去參與呢個音樂治療活動。咁我有一啲班我入啦，同埋我都有問翻一啲有班嘅同事啦。咁喺呢個活動過程裏邊咧，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幫到佢哋，即係睇到有啲幫佢哋專注啊，同埋佢哋同人哋嗰個互動溝通。雖然因為我哋有好多同學冇口語嘅能力啦，咁但係即係譬如當治療師行埋去身邊，俾個樂器去打，唱一首歌，叫佢
回應嘅時候咧，有啲同學佢哋平時真係未必係完全係會同人互動啊咁樣，咁但係佢哋都可以即係眼睛望住人哋啊，或者望住個樂器啦，亦都係回應到咯。即係無論佢係打得正唔正確啦，咁但係嗰個其實都係一個互動同人哋溝通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佢哋即係淺嘗去體驗一下呢個同人哋互動啊，同埋嗰個音樂嘅一個治療咯。你又唱又打，哇，好叻喎！做兩樣嘢又唱又打。多謝啦，因為真係上下學期咧，其實家長真係都成10幾個家長係有機會可以參與到你哋提供嘅音樂治療，係啦。咁因為音樂治療對佢哋嚟講咧都比較新穎，係啦。以往可能我哋做過都係一啲藝術界啊、種類，咁但係今次譚姑娘好好啦，係啦，即係可以用一個音樂治療再切入點，咁大部分家長嘅 feedback 咧都係話好舒服、好放鬆到嘅，係啦，同埋咧即係可以俾自己個可能半至2個鐘嘅時間，真係可以好投入參與到咯。咁大家個 feedback 都正面。其實我哋同學仔都本身好中意音樂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喺我哋學校現行咧嗰個狀況就係其實我哋冇一啲好識音樂嘅老師啊，我哋其實都冇得可以做好多現場即興嘅一啲即係音樂玩樂器咁，跟住等同學仔去學音樂啊、玩音樂啊咁樣啦。咁而咧你哋音樂治療師咧好好咧，就係你哋好即興啊，彈琴啊，甚至乎可能吉他咁樣咧，咁就好。即興咁樣就可以有按住同學仔唔同狀況咧，就可能甚至乎作一啲歌仔啦，彈一啲歌仔啦，甚至乎有同學仔譬如可能中意一啲明星咁樣咧，咁咧治療師好好咧就即刻彈到嗰啲音樂俾同學仔，同佢一齊去唱首歌。喺個過程裡面咧，真係好睇到同學仔好投入同埋好開心咯。我見到佢哋好中意咯。咁我其實係覺得有啲感動嘅位就係我見到一啲同學仔其實平時瞓覺瞓得都幾多嘅喺課堂裏，咁佢哋即係可能身體狀況會攰啲啦，咁或者佢自己身體嘅體質比較弱啲，咁好容易即係病啊、攰啊、唔舒服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喺你哋音樂治療堂度見到同學仔嗰個醒神嗰個程度咧，係即係好高咯，甚至乎有啲同學仔即係平時係真係瞓得好勁嘅喺課堂，真係跟住喺音樂治療堂度，佢好精神啦，甚至乎佢有回應啦，有出聲回應，有玩樂器，用手仔喐手仔去玩樂器，喐腳仔去玩樂器，呢個係我覺得好感動咯，即係其實俾我睇到同學仔一啲面貌係我哋平時好少發掘到出嚟嘅，都好多謝音樂治療師啦，同埋好多謝扶輪社，其實可以即係俾到呢一個嘅服務我哋治療師嘅一啲即係同學仔個互動咧，都俾到我哋同工咧可以
可以參考下喎，學到一啲嘢啊！平時上堂可能即係同學仔簡單唱下歌仔，甚至乎即係亂咁作一啲音去同學仔唱下歌，可能都會即係啟發到我哋點樣去同同學仔去互動啊，點樣加入一啲音樂元素喺個教學裏面。九龍西區扶輪社啦，可以安排到呢個音樂治療服務咧，俾我哋樂仁學校嘅同學仔啦。多謝阿大 Ann 啦、Winter 啦兩位音樂治療師咧嚟到我哋學校噶。咁我知道啲家長咧都好開心噶，可以有親子嘅音樂治療服務。音樂咧對於我哋學校嘅同學仔嚟講咧係一個非常好嘅媒介嚟噶。咁佢哋有啲就會中意啲好悠揚嘅音樂啊，可以去放鬆啦。或者有啲同學仔可能中意啲好澎湃啊、熱鬧嘅音樂咧，佢哋可能係幫到佢去放電喎，係啦。咁啊又可以藉住音樂咧，同身邊嘅人溝通啊，同周圍嘅事物有聯繫啦。學生咧係好有幫助，即係對佢哋無論係學習上啊、學音樂上啊，或者係群眾社交方面。咁如果配合到學校嘅發展啊，或者課程教學嗰個需要咧，又有空間嘅話，其實都想繼續參與呢個音樂治療嘅。係啊，我都係嘅。咁我啊嗰個切入點多啲，可能喺家長方面啦。咁其實家長咧，除咗話今次可能真係自己身心靈嘅小組咧，佢哋都會想試下親子嘅音樂治療。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再即係合作啊，有呢個參與嘅咧，都想他會唔會有親子音樂小組啊？咁我諗佢哋可以嘅。我哋實際好想係，其實我個心裏面仲想可唔可以俾到多啲機會我哋其他同學仔去試呢個小組，都可以俾老師可以發現到，同學仔可能佢哋有另外一面嘅樣喎，咁樣咯。話仲想唔想有音樂治療服務咧？咁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好嘅。如果可以繼續有嘅話，咁其實我哋學校有 PT、有 OT、有 SE 喺編制裏邊係做緊服務嘅，幫我哋學校同學仔。咁唔知幾時咧可以有埋呢個音樂治療師嘅服務咧？喺呢個特殊學校度係成為呢個編制嘅一部分咧。咁我諗咧對我哋特殊學校嘅同學仔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唔該晒大家。我哋都好期望大家有機會咧繼續合作嘅。再次係多謝大家。
多謝晒你啊，主任。多謝你兩位，多謝大家，多謝環姑娘。多謝